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》，哈我應該很民主。你猜猜看，我們現在在哪裡呢？我們現在呢就在台灣唯一的哈嘎港。在這個漁港裡面，你會發現很多哈嘎的意象哦。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？跟我一起來去看看吧。你怎麼會帶我來到沙灘這邊呢？獵島係本身喺中醫幸福嘅一面吼，等於對到做侗骨的回收。哦。就是在這個地方，就在這個地方。啊，你看前面那個整個沙灘那個都就是了。那我們現在呢，剛好踩在這沙灘上面。老師，我們是不是可以教觀眾朋友講沙灘的海陸該怎麼說？我哋邊先講了沙漂。啊哈，也是有另外一種說法，就叫做薩把。薩把，沒錯，薩把就是我們現在所腳踩的地方。天氣非常的熱，我們來去前面的地方來看看好了。係，獵島看到的是啊，你用因的唯一的台灣的客家漁港。真的哈，全台灣唯一一個就是客家漁港，因為客家人比較少是出海捕魚的，對不對？對。老師，那這個漁港在這邊有幾年的歷史了？我民國39年開始建，一直到現在應該有幾年？60幾年。差不多。老師，趁這個機會，我們在這邊呢，教大家講一下漁港的客家話該怎麼說呢？漁港的客家話應該港，沒有錯，就是港。對，而且啊，你看我們身後停了這麼多的漁船，我們可以學這句話，就是漁港裡停了許多漁船。老師，你會怎麼說呢？港地圖聽到東道的山。對，港地圖聽了東道山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呢，我們來到這個永安漁港，它是全台灣唯一一個客家的漁港哦，對客家人來說特別的重要。重點是今天跟着江老師，我們也學到了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漁港，港。第二個詞呢，來看到沙灘，薩把。第三個，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到這句話就是。漁港裡停了許多漁船，港地圖聽了東道山，港地圖聽了東道山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其實啊，這個永安漁港不同的時候去到，都有可以看到不同的漁獲哦。下次可以去走走看看。明天見嘍，拜拜。